少夫人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你看，就连少爷也和她越来越和谐了。是啊，现在就是希望他们能快点有个孩子，有了孩子，西城就懂事了。我呢，也能放心的把公司的事儿啊交给他手上了。您别着急，小少爷会有的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回房休息了？哎，请。何锦溪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啊。聊会儿天吧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这么早结婚。还有，刚开始我对你没什么好感，真的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所以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。但是毕竟我们结婚了，我们以后还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想，我们还是从男女朋友开始做起吧。你说呢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新买了一个包啊？对呀，LV 的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大牌子哪有不好看的？多少钱买的？男朋友送的。要是我自己买啊，我可舍不得。顾总，啊，顾总好。走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。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男女朋友做起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安安，进来一下。进。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我们集团曾经要收购一个品牌，叫阿令。啊，对的，阿令品牌是专门做国际奢侈品箱包的，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价格比咱们公司的预算高出了10%，所以呢，李理事他们不太赞同收购这个品牌。你打给他们的负责人，就说他们的价格我同意了。什么？这，顾总，他们提出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，理事们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不用管他们的意见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出了事我负责。OK？ OK。妍希，你那工作啊真是好，时间悠闲吧，还能赚钱。我看你气色都好多了呢。没有，就是这份工作呢，休息的时间比较多。像这样既轻松又能赚钱的活，换成我啊，我也一定去。哎，下次你们公司招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肯定去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天呢，说不定啊，哪天我就失业了。暂时的。我说呢。不过妍希，你得早点做打算哦。
我心里有数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人包了？去你才被人包了呢！老夫人啊，虽说集团平时的事儿是由西城做主，可是这回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和我们理事商量，自己就决定了。明明在价格上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可结果呢，他这一出手就比预算多出了10%的价格呀。老夫人，说句话，您别不爱听啊。你不能再这么纵容西城了，否则我们……老李啊，你别这么激动。收购阿里品牌的事儿，那是集团早就做出的计划。西城只不过是在价格上面提了一提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你看，你急的。老夫人，你也太惯着西城了。李叔，您来了。西城啊，你李叔来啊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收购阿里品牌的事儿。你收购的价格，比我们预期的价格可是高出了10%。原来李叔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。对方呢一直压着价格，就算我们再僵持下去，他也不会降低价格了。再说了，这10%也没多少钱。以这个品牌在国内的升值空间来讲，这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。哎呀，可是超出去那一部分不是小数目啊，西城。李叔，您年纪大了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很多东西跟你们当年不一样，很多东西要做就得立刻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奶奶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上楼休息了。老夫人，你看见了吧？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嫌我们老了。好了，别气。孩子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年纪大了生不得气。